的将近中午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赞美神，哈利路亚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一起站起来，我们一起开手。大家有开始一下好不好 ？One, two, three, go！ 每一时刻都
主啊，感谢你，你牺牲了自己，拯救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。你是那荣耀的君王，尊贵的羔羊。你使我们每个人在这世上会遇到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困难，无论是在课业、社会上面，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会走偏，有的站在光明的地方，我们却照着我们自己的意念走向了黑暗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，我们将我们的脆弱来跟主耶稣基督